看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么西三逢，书面朋友大家好。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一封观众的来信哈。他就是太仓的一位观众，叫夏福坤写来的信。那信中说啊，欣赏了名家名篇赏析于洪先专辑之后呢，使我们广大的书迷得到了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呢，特赋诗一首以抒己怀。那诗的名字叫《为实践创新登峰巅》。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那么名家名片这个字栏目呢，据你了解，不仅仅是观众朋友十分的喜爱，所以是以平台艺术内行专家当中呢，还是向有口碑的。那么希望大家呢为你出点子，提提希望，让你这个一档栏目更有特色。没错，请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啊。哎，小梁，你知道我们评弹界有2位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师，而且都是同龄人。一位呢就是我们前一期名家名篇当中介绍的李派的杨乃武传人金立生先生。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严派杨乃武的传人胡国良先生。对，那么胡国良老师呢，你到上海平台头的申诉老师等等呢是同一班学艺的。那么当时呢，你根据领导的安排，重点跟严水丁老师或者严派杨乃武合唱演的。那么胡国良老师呢，你这些辰光勤奋刻苦啊，对平台艺术还是一往情深。当时呢，你在上海平台头的与水平合作，上档台唱杨乃武，让广大的平台观众当中呢，印象很大，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没错，但是呢，由于健康的原因啊，那胡国良老师呢有一个阶段呢没有和大家见面。我们苏州的观众呢，之前只是在电视书场曾经欣赏到那个胡老师和另外的18位演员花色拼档合作演出的杨乃武，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我们今天特别就把胡国良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厅和大家见面。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欢迎您。老师欢迎你。主持人好。苏州的平台听众大家好。那么，胡老师啊，观众朋友呢非常想了解，那当初跟这个严水丁老师合作的情况，但是呢，让上海平台头或者演出期间的北京的资料这个气氛也是啊，能够讲给你所有的观众听听。我呢，1960年开始上海平台头学过的。那么跟严水丁呢，是蛮爱个事体的，是文革结束的噻。为当时文革以后开场流派演唱会。那么你头里向呢？但是严水丁的学生子当时辰光没个，而且没人唱原调了。那么大流派缺得一门了。那么我因为欢喜唱的，欢喜唱嘛就张建国老师向团领导推荐，不晓得我辣西藏市场流派演唱会原调一唱嘛，下头蛮轰动的，但是我从来分公开场唱过。团领导包括团里向交关的演员，侪辣后头听嘛，当时侪觉着你应该跟严水丁学杨乃武。那么呢，领导让经过研究呢，就派这个副团长林志我到严水丁老师屋里向，那么去学杨乃武。关山门学生也挺不容易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胡国良老师向严雪婷老师协唱的弹词经典杨乃武选曲《密室相会》。虽美，像我们从浙江到紫荆中数千里之遥，才知短舌之中的你我两人，正是他乡共居，一见知己，哪有不恩爱之理哟？不用加心，今宵同济西窗中，得我当一月宵。今日
有呀当同音，明日里是死是生不须人。想当初我们是何等的要好，我们朝朝暮暮常相随，卿卿我我不离分。于是间我的文章请文字，于是间轻挑细细我出征，于是间滚滚爱红双起雨，于是间密密心望两只眼，一道口实啊，要来而今大不相同了。哎，是哪里话来？我们论什么有，论什么恩，论什么死，论什么生。我与你不论恩，只论情。今朝我以密室相会的风流叫也千古流芳。那么我一代个人哪会得晓得个呢？哎呀！是有搿种14先生编织台词，等你一代一代超奇怪。他们编织台词心相识，生啊生不如来唱我们。如此用呀真不易，令人儿真不要羡慕心。大让风顺是水人结构，真不令人高兴哦！哎，哈哈哈哈哈哈！那么，王亮，凡是女怕虚拟对这个一段经典是几乎大家才会得唱的，一身上台为神醉，是吧？那么，红光老师也是哪行来学习继承这个一段经典的呢？那么唱二调呢，大家唱的人蛮多，但是唱得好的人并不多，越是这样的曲调，你要唱出味道来就更加难，因为你这个里向呢有唱法问题，有咬字问题、喷口问题，各个流派各个流派唱法。二设定的二调有你二调的特殊的唱法，一定要学习你个发声、咬字、韵腔，那努力个味道唱出来。所以美术相会呢，我还是重点学习。其实像学习这个传统的评弹艺术哈，这除了这个继承之外呢，还要结合自己的一种特点。对，您在学习原派唱腔的同时呢，又根据节目的内容、人物的需要，又结合自己自身的特点，然后还有结合时代的发展，来唱出符合现在观众需求的一种作品。有一只电视开篇《绵月》呢，你是红绿开篇当中的一只精品的曲目。那么何姑娘老师呢，你是用男声唱腔唱出是女性人物的思想感情。那么我老师啊，这个不仅仅是用一般的蓝音调去演唱，是好像唱不出里向的感情的。然后这个当中呢，何姑娘老师肯定是用至许多新的方法，它是演唱技巧来演绎和不同一般的女性绵月那个什么的。这样吧，你呢给大家还是先来欣赏，所以呢，再请何老师为你来介绍吧。心中
年子里人等，只为与你斗病痛，为你在八方相争，他对方虽人在龙追。他是一路其心深，天生狗脾气是来，好把手机看看。书房谁得来，却对那祁红公子领相来，手手起针落玉本，云淡淡。月生辉，神兮兮，一来，清官。后世掌声看，我们如此吹完的，什么不得一番，云居月美小手会。一手谁知江山关，时空未必是心若在难为。见是女儿疼，心有一马生死路，我梦经常说痴江东生得意，手拿一部早酒内。泪落风声，好消息，安上不迷于心内，还是否要把牛在途中
美。这首开篇果然是不同凡响哈。我们总以为男演员来演绎男性的角色就比较合适哈，哪知胡老师把书中这个女性的人物把握得如此的恰到好处，这样的出色，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哈。那胡老师能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来唱好这支红楼开篇妙玉的呢？因为这个流派呢，侪发展的，随着艺了是自家辣几十年当中也不断了发展。所以一定要发展流派不流了，流派就死在。那么我认为呢，一只开篇打算呢，不要急于铺陈。你要切透搿个精神。你想啥个人物，啥个性格，啥个环境，啥个情感，你要等到切透之后再铺陈，要定一个基调的。那么侬描述搿个人呢，一个你是女的，另外一个你是有学问的人，再加你是不得志的人。那根据搿能样子的基调，定下来。再用语调来铺陈，那么侬一定呢，一只开篇要拨人家留下印象呢，那当中必要有一段心意。那么当中有几句么子呢，我觉着可以发挥的。云淡淡月生辉，晨晒晒夜已来。清光湖日早盛开，还有意境的。那么既然有质有味，那么我就用倪雪丁老师辣杨树云歌唱当中有几句新腔我拿过来画过来的。一家后有姊妹呀名，万事成空，情愿生心事。印象很深。那么我拿这个几句腔都到等这一来画进去，既有语调的原味，又有新意，觉着是一只精品。真的是应验了一句话，叫艺术贵在创新哈。对。我知道在我们评弹唱腔当中有一种唱腔叫离魂调，而这种唱腔呢，经常会应用在书中人物临死之前的演唱。但我记得严雪婷老师在长篇《王魁赋桂英》当中有一曲教桂英的这个桂英自尽哈，他应用的确实是反离魂调来演唱的。那我想请教一下胡老师，您是这方面的行家，然后又是严雪婷老师的高足，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具体来解释一下呢？这个倪雪婷老师的离魂调跟人家与众不同的。因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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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般的离魂调。那么这个教桂英要上调的辰光唱搿段么子，先生的这个离魂调跟人家是不同，弦子就两样。一般的弦子扫到扫，你是扫来扫，扫来扫。噔噔当啷噔啷当啷叮啦当当啷叮啦当当，像个北方曲艺的样子。你自家一直辣唱新的，我负责传统的那个离魂调唱。结果这个一唱印象特别深。我来胡老师讲的相当有道理啊，因为你平台音乐习惯了，以这个定调是说多说，拉起来随时，但是你是说来说非工艺唱的，所以不习惯了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那么让你平台音乐当中呢，会得弹唱的所以戏曲的并不多。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侯姑娘老师用反离魂调弹唱的《桂英诗心》。花头根上通头问，一腔有恨诉否满。路毕竟长门雨，被人欺负被人称，有人海底浮去身。生死偏临在女口，一
去口用神。横扫万块无人意，一许人比作两横心神。否以心太多欲两心人去举人生不爱伤心，这些辰光，天朗向一亮一亮，轰隆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风雨交加。观音两只手往这后颈朗向搭了。对忙针秋秋里向踏进去，万亏啊万亏！老生不能杀儿之说，四大阴然化作厉鬼，也要结儿之问题。借风光，天地比。下来，神啊！托得归阴，三月度。死去问问有一山天天福楼，口里
门啊！一个人为啥要死？我那个要有帮忙，不帮忙只能死。生生得此希望人，那一般的观众朋友只知道胡国良老师是跟随严雪婷老师学习杨乃武的，学习严派艺术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因为之前啊，胡国良老师还向我们弹词界的老前辈杨宾魁先生学习过。那是否真有其事？我们还是请胡老师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对的，是吗？60年进学过，62年更始我就跟个杨宾魁。我养出来这个年，跟杨宾魁来。杨宾魁那是个辰光就60出头在，那么团里向那个抢救了，你是努力个思想要抢下来，所以我62年我就跟先生学大红袍，文革又恢复上片，我又开始得余水平识大红袍。设置大红袍设了以后，再叫我识杨乃武呢，所以我一面识大红袍，一面把杨乃武，实际上就是讲有些来做得。杨乃武生，那么大红袍我整整30年没识了。杨宾魁先生的芭蕾书目大红袍呢是深受平台书迷的欢喜，特受欢迎的。那么杨宾魁的儿子呢，平台名叫杨振义先生那里生前多次对这个电视书上应得这台也讲过了，希望有人能够继承这一部大红袍，并且呢留下一份资料，那个是杨振义先生的一个遗愿。那后来呢，我们想到胡国良老师呢曾经跟杨宾魁老师学过艺，也是杨派艺术的传人，所以呢就请他和上海评弹团的沈玲丽老师一起来录制了长篇弹词《大红袍》。节目正在紧张的录制当中，我们不久将播放给大家看。那么我们是不是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录制这部书的情况呢？杨振义老师辣病中啊，鸡汤讲要大红袍要救下来。大红袍是蛮好一部书，但是当中年数蛮长的，得总之他辣当辰光侪是第一批的台词书目传下来的，年数蛮长。但是现在人越说越少，越说越少。搿辣我辣想，现在辣身体虚苦的情况下头，是否是能够拿搿部书比较完整的能够保留下来？上海评弹团的沈玲丽也一级演员，那么李也蛮热情，蛮配合。那么搿部书呢，的确是不大容易识的。过去叫欧读书，欧读书，样样角色侪有个，各式侪有，也尽自家的力吧，尽自家的力嘛。拿搿部书保留下来，那也算对得起先生。没实个，现在呢正好让紧张的录制当中，请观众朋友呢来其中一段三读为快。如今刚刚出来读书就当然听得了。那么你有诗则诗，无诗则表，八达一跳，马上要跳个道理数据。那么那你一当骗子，马上努力唱到风叫小嘴，一日挂片外。温柔中产的老年们，他是旧的宋清茶坊乔装一副下手。
受家事滔滔，不见还有手，黑红日一枪怒气的胸怀。他们把天盖楼外上去，神风人士花飞来，真将过向谁猜？上主既然里面来这里经过无非的谁面大须是怪，几岁样谁谁下手山啊上去一当骗子，马上大概到须是怪。那么这样西下西上门关头着，所有的手啊不能进去，在了外头休息。等到吃开夜饭，这个手上人叫他多耍，耍事体做，困觉么再来，哎呀到楼浪向去，茶馆里向补补了吃脱一壶茶，我说蛮好啊，海红欢喜不香的，到自己当茶馆里对对蛮好。那么第只灯笼两高头打条鲤鱼，那么这个主要是还是叫海红来吃茶，并非啊。因为该达风家已经到在，叫你来听听当地的百姓对梁寿邦的反应到底哪样？不要听这个一面之语，我们啊写诗文了，公报私语了，还是一炮，让你来听听看。到茶馆地里向，茶馆地里向人蛮多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两高头十五顶，泡子一壶茶，一面吃茶嘛，一面这样听。搿老百姓真的老兄啊，那本来让封建不拿得该得来，哎呦，这就是你封建不能等着呀！搿个梁寿邦圈得来靠住勒索，路浪向碰了一碰，哎呦，侪要落脱你两银子放在些觉得了，真的，根本我只好得该得来的。那么有两个讲，哎呦，你不晓得呀，我手不离多干的。两手边浪向清洁洁摆一摆，还要发脱几百两银子的了呀，倾家荡产。只有也是对海红看看，海红啊，阿不是我瞎说，当地的老百姓大家侪吃力多苦头的。海红听得来后抽上抽落，但只要是茫茫风声，民族的真灵当两手，得当地的百姓吃一口活气。等到吃好之茶，两家就回到手浪向困觉，一手一弓，实地来叫市场门开，所有的手，过去吧，其他的手啊，侪端秋子，晓得封建两手帮顶下来一塌糊涂，差点有路吧，端秋子端到苏州，望正门前来的只有两只手，一只主要是个手，深深来绑两手。还有一只呢，大出就打个匕首，关着手上人要不知不觉跟了后头的，那么内往前头来嘛，就当然跟过来。主要是做前头，哎，封建大寨，梁寿邦守了门前，然后叫海红出来，口口杀人，叫临时逼过。刚刚就说天亮在。阿拉到树地浪向来透透空气来看看风景啊！海红眼睛圆圆，大上树梢头里看哟，叫啥？哎呦，这个字面写的啦！还是蛮难蛮干是吧？哎呦，这还是特别好。啥哪公家？该得就是封建呀！啊，有名奇怪。哎，就是封建呀！说就是封建哎，还是蛮难蛮干。哎，搿面皇上的啥个场合啊？呀，首先呢。老出门玩，那皇上都要不晓得。不晓得啊！皇上你们苏州有名去玩名胜古迹玩，上场过了。后三日玩。哦，
这该得就是后生事啊！唐诗朗向都原谅诸葛。哎呦，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侬唐诗了这个。唐诗说都是也谈不上，我们叫听诗听得来。哦。还要背本来听听的。古书人啊，后生事哦。要不终身。单分手。no，刚刚称赞你，用侬老爸腔了。单分手了，吹哄哄，单他手搿啥我也晓得个。我是去打瞌钟，搿句没听清爽。你看娘，就是前头有我的行情行子一根一根竖辣海，开个模行。模行，早上我们啥地方模行？搿么啥啥好了？就是两手帮。哦，搿个就是两手帮。吃了几只手的？结棍怪。树浪向回顾时得来得搿个，拿望过去密密层层么三股模行在了。哦，是的。我说啊，那两手帮嘛就辣门前噻。对怪。是啊。那么呢？我再等你来看看啥子。你讲呢？你现在心里想，有点不懂，有点紧张，有点虚。那倘是虚嘛，你非要去演戏噻，该得客户会来得及了。你自家摸良心讲实。最阿是啊。破但不讲，讲但不破。为啥呢？也只不也？也出事体来有你。是了，来定心，还是不相信？我当你讲，今朝搿两句闲话，我去当高医生。不放心是啦？真的？是个。海虹本袋里向弄出来一只三凳子，当手头上一把，身体受伤着。就是啊，当你多神，那你定心了嘞？那是多定啊！海虹坐辣手头浪向，都是靠多神个把头硬得来威不住的海。为这两个伙计，来，搿只手往后头推，啥体要推得远，打得结棍哦。那么两个伙计不懂这个，老板啊，今朝来少天假，要得吃来叫你后头推。哎呀，你今朝要去碰两肉，那个四个嘞，就一吃过苦头，你忘记得咋？喝碰两肉啊，又吃过四个。去年不来，今年来噻。今年手厂里向正好一个锅头，啥个锅头啊？锅当中的头，炒高头有黑菜，送了手厂里向，这个把做出来了，就是黑菜黑东西。这个老是黑菜黑东西，哎呀，这个老板的老早好讲是有手马仔，那么两个伙计马里在呀，这啥时候忙中有点实退个退下来。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胡国良老师，谢谢您。谢谢。你看您在这身体刚刚康复啊，就来到我们电视书上录节目，可以说是对我们苏州观众是特别的厚爱啊，真的非常感谢您。同时要感谢您呢，您在这个在中国唱片公司工作期间呢，为我们广大的这个书迷朋友们出版了很多精彩的评弹节目啊，谢谢您，谢谢。对的，那么老开当然底下也共同祝愿胡国良老师身体康健，艺术长青。谢谢。好，观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名篇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孙福树弹词艺术演唱专辑。好，观众朋友们，再见。再会。再见。